各位乡亲啊，昨暗这本古册目前一直放袂落，今暗伊搁甲册变开，要想知影后面到底搁写啥物？闲无几页，忽然一段话，亲像一支箭，直直刺入伊的心。人人拢有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目前硬一个啊，伊感觉这句话就是咧对伊讲的，伊要甲古册牵起来，毋过册牵这句话却牵袂牢，一直伫伊的心内，一直伫伊的耳边。后天开始想起过去，讲过的白贼，伤害过的人，骄傲、自私、爱面子，别人毋知影，家己拢知影。伊心内一直问：古册讲的迄个人，敢就是我？愈想愈惊，愈想愈无平安。伊坐伫椅仔顶，双手抱头，目屎慢慢流落来。这毋是惊人看见，是惊真正看见家己。各位乡亲，一句话有时会改变人的一世人。目前要安怎行落去？要知影后来安怎？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